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荃灣新分校嘅導師 Miss Carrie。今日我會帶大家睇一睇2025年比賽 K3 程度答啱率最低嗰5條題目。咁首先我哋望到第13條題目，從左邊數過嚟第7個小波，咁由右邊數過嚟第幾個小波啊？咁做呢一條題目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用圖解法去解決呢一類嘅排隊問題。首先我哋見到由左邊數過嚟第7個小波，咁我哋可以畫7個波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咁而第7個小波，我哋幫小波畫個 happy face，呢一個就係小波啦。咁右邊數過嚟第幾個小波呢？我哋可以睇翻，因為隊伍中有15個小朋友，我哋可以數翻後面要有幾多個小朋友呢？咁由於前面已經畫咗7個小朋友啦，咁所以後面我哋繼續畫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畫晒15個小朋友之後，我哋由右邊數過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見到小波係第9位，咁所以呢一題嘅答案就會係 E，第9個就係小波啦。咁大家可能會覺得我逐個畫出嚟，咁咪要花好多時間咯。咁所以其實呢一類嘅題目亦都可以用第2個方法去解。今次我哋先畫咗小波喺中間，然之後我哋畫一個長方框框，代表喺小波前面嘅人數。由於第7個係小波，亦即係話佢前面總共有6位小朋友。同一時間我哋可以用減數嘅方式去揾翻小波後面有幾多位小朋友。15個減一開始個7個就會係8位小朋友。咁所以呢，小波嘅後面就會有8位小朋友啦。呢個時候我哋再諗翻由右邊數過嚟第幾個係小波呢？今次我哋喺唔需要數波波嘅情況下，亦都可以知道小波由右邊數過嚟就係第9個啦。如果大家想學識更加多嘅數學題目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